Hello， 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福氣來嚟，我係 Rita 玉天。今日 Rita 喺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分享係咧，噔噔人工嘅樹、漫畫樹，哇！從轉到咧小五嘅時代哦，唔知大家有看過咧人工嘅樹嗎？愛看漫畫嗎？今日喺節目當中，我分享咧係咯，你客家當學識咧鹹菜、酸菜有關係嘅，請有客家每嘅一本人工嘅樹，你實實來分享咧漫畫家穆迪老師。大家好，我是漫画家穆迪，今天很高興來到福氣來的這個節目接受訪問。哇，歡迎老師！哇，線上剛好那人還給自畫像，老師你再拿到臉旁邊給大家看一下，笑一下，真的好可愛哦。老師，你那個頭上是不是鹹菜？是不是就是芥菜還是酸菜？對，就是酸菜。因為我最近的漫畫作品就是以酸菜為主，所以我在頭上畫了酸菜。我打算把它多畫一些，變成賴貼圖。哇，老師這一本新的作品呢，客家話叫愛改鹹菜，我們酸菜我們講鹹菜哈。咁做的加都有湯，酸菜加糖對客家人來說不是我們的口味，我們比較喜歡鹹鹹香香的，所以唐師弟，用音的名為本台下球，很好奇哦。老師，您現在是這個桃園代表的這個漫畫家，但是其實您的故鄉是在台南，對不對？哦，對，我是在地的台南人，那就在台南住了20幾年，然後搬到龍潭這邊來，因為我先生的工作的關係，所以我們搬到龍潭這邊來工作。然後來這邊定居，然後住到客家莊這樣。哦，所以你這一本書的書名就是有你台灣的文化、台南的文化加上龍潭的文化。對，就是我們在客家莊裡面剛搬到客家莊的時候呢，那些客家媽媽都對我們很好奇，然後想跟我們做朋友，然後他就每天就把他們自己做的酸菜就送給我們。真的啊？對，然後他們非常害羞嘛，他們就用塑膠袋裝起來，就掛在門口，那也沒有說他是誰。但是每天就會收到1顆酸菜，哇，好幸福哦！對，剛開始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門口會有顆酸菜呢？然後就因為我們那時候我已經當媽媽了嘛，然後小孩子在一個客家的媽媽那邊，請他幫我帶小孩，就是我小孩子的奶媽。那我就去問他，他就說因為我們客家媽媽都很會做酸菜，然後他們放酸菜在你門口，就表示想跟你做朋友。哦。對，所以又撈起話落去第二本書裡頭，這本書裡面就是有講這樣的情節，一個客家人很好客，雖然比較害羞不敢說出口，可是就會直接用他們手做有溫度的東西送給你。對，這讓我覺得很感動。所以當我參加一個電影社團，那個老師說要寫劇本的時候呢，要以酸菜以客家龍潭為主題的時候，我第一個就想到酸菜。哇，因為你真的是受到這樣的款待哦。對。所以你喺大地龍潭住在龍潭已經超過，已經有20年了。20年了，應該有25年了吧？好，25年。那您聽的客家話是太家好，太家好，再來了，什麼呢？按講，哎呦，都是稱讚的詞彙，就幾句話而已，其他的就沒有很熟啦。因為本身都在家裡畫圖，所以很少出去跟人家講話，就失去了學客家話的機會，非常可惜。但是老師開始創作，您的這個文本裡面跟客家文化有很多的連結，就因為透過這樣，其實會有更多文化上的接觸。對，就是因為我後來有一段時間就是沒有在出版社畫圖了，然後我就從事漫畫教學工作，然後我們每年都辦一次畫展，然後辦畫展的時候，剛開始從在地的圖書館，辦畫展，剛開始是個師生展，然後後來勢力越來越擴大了之後呢，就到客家文化館展出，然後客家文化館就對你的要求就是你要畫一些客家在地的主題。那時候我就去思考說，那如果客家在地的主題的話，除了童話以外，還有什麼主題呢？後來我們就發現了，聖基亭，剛好龍潭就是有個聖基亭嘛。那個聖基亭呢，它非常特別，它就是客家僅有的，也不是客家僅有的，就是聖基亭它是習字亭，對，那習字亭呢是
只有客家人才有的一个我们的文化，因为我哋对又急又写诗诶，你是做唔得青菜条没做唔得丢到体内下，做唔得用脚丢，一定要把它收好，然后用到那圣基亭去把它焚烧，对，焚烧，好像是对一种文字的敬崇。对，那他把它焚烧之后呢，它就变成蝴蝶，然后飞到天上去，告诉仓颉说：“谢谢你发明的文字，让我们可以了解跟阅读这样子。所以我会觉得说，圣基亭它是一个很具客家代表的一个东西，是很有客家的精神哦。对，所以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听过，客家人很重视教育，勤耕于读。所以呢，在客家人地图出动到优秀的字体哦。那老师也透过这样的故事，也创作了其他的代表性的公仔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我们就是去寻找出客家最具代表的一些文化的产业，例如说桐花大家都知道嘛，它就是比较爱漂亮哈，比较有在那个季节性的感觉。那桐花仙子它的主神就是女娲娘娘，好，那还有那个圣基亭，它的主神是仓颉，那仓颉我们就设计一个小仙子叫做婷婷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大家有看到了画面哦，我们有特别有这个图给大家看，对不对？很可爱哦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神农氏，五谷神神农氏，那他的小仙子就叫做江江，野姜花仙子。还有一个茶叶，因为客家人在山坡地都会种茶叶，所以我们就设计一个茶仙子，那它的主神就是陆羽，我们就设计的是4个仙子。所以这一些跟客家文化结合，把它变成这个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，把它融入我们的带出我们的客家文化。那老师您刚刚说，因为一个微电影，所以不应客习思考过，客家文化在你的生活中带来怎么样的影响，然后真的变成一个题材，然后出了这一本书《我的酸菜可不可以加点糖》？因为酸菜它对我来说太震撼了，因为我可能以前在台南的时候，可能1个月才吃那么一次酸菜，而到客家庄的时候呢，它突然间来了那么多的酸菜，让我觉得有点震撼哈。那我就在想，如果把它变成故事的话，要怎么去诠释呢？因为我不想画一本好像图说字典，这是酸菜的制作方法这样子，所以我就去思考说，怎么样有一个故事来把这个酸菜放进去故事里面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刚好去内湾国小那边我刚好去内湾国小做一些漫画教学的时候，我就认识了里面的英文老师，她非常漂亮，然后我就觉得，我觉得跟她好像有一种特殊的缘分的感觉，然后我就跟她聊天，我才知道说她是实习老师，从南部上来实习的老师，那刚好跟我想要找的角色是很接近的，那我就把她放进去，就是她就有点像一个刚出社会的人的小女生，她好像芥菜一样，芥菜很苦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她经过千锤百炼，经过很多手法之后呢，就会变成很好吃的酸菜。对，我就是想表现这种感觉，就是说很有滋味。所以大家看到书这个封面，你一看就是很少女漫画，很浪漫，给大家看完整这样。你有可能哇，这个女生，这个很青春的女生，然后遇到这个也是真的是她生命中的真命天子。对，这是真实存在的。原先我在画的时候，他们2个还没有变成一对，而且男主角还没出现。对，那是我在画故事的时候呢，那个男生本来是虚拟的，然后我画到后面的时候，老师他真的遇到他的真命天子，然后真的就结婚了。对，他的那个进度比我还快，
书还没画完，他们就结婚了。对。哇，老师，你看动的作品的时间，如果加入一点情感的元素，好像更能够吸引人，不管是爱情或亲情哦、友情等等，系吗？对。所以你喊的行了少女漫画的感觉，是不是这样？少女漫画的感觉。对，我就是把它加入一些爱情的感觉，还有一些他工作上有遇到一些挫折，就是芥菜变酸菜的感觉，然后遇到一些挫折，然后他要做了好吃的料理，酸菜酸菜南部的酸菜口味去给大家吃，结果大家都很排斥，都不吃，然后他就觉得很难过。那刚开始呢，他觉得自己没有被接受，当然是很难过。后来居然被小朋友接受那道菜，所以我就是用这个来形容这个酸菜从芥菜变成酸菜的那种感觉。哇，我觉得很有味道，形容的很好哎，因为人生就是要经过一些淬炼，才会更有滋味哦。对，老师您刚刚提到这个咸菜哦，口味不一样。你们是加糖，对不对？对，台南吃很甜，对不对？但对客家人来说，哎呦，你咸菜有没有很甜美，感觉很美，又不对奇怪。但是书里面小朋友说，竟然有寿喜烧的味道，对，反而可以接受了。对，因为现在客家的小朋友喜欢吃有点甜的，对。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转个弯会看见不一样的风景呢。两本书我自己看，听起哇都好看哦。除了看漫画以外，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细腻情感的部分，或者是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的一些课题。两本书地都有讲到。等一下倒转来，我们继续听穆迪老师来分享韩国有请到神奇的故事哦。欢迎所有朋友继续转到福喜来来，我係 Rita 玉天。今日節目當中，你看到兩人工嘅數量蠻法數哦，我改鹹菜做得加通哦。我們邀請到的漫畫家穆迪老師在節目當中再次的分享欣賞好，老師好，大家好。老師今天這個漫畫家的身份來到這邊，當然要現場動筆一下，讓大家感受一下。當然。我們自己看這個專業漫畫是這麼美哇，覺得望塵莫及。但是總是有一些技巧，對不對？今天我當你的 model， 老師好，幫我們就是在節目當中準備好了，你隨時都準備好，對不對？那畫 Rita 當成一個這個範本，等一下大家走來看，Rita 李穆迪老師的筆還會上東永辦呢。老師邊畫我們邊聊可以嗎？好，可以哦。好，老師請。那就開始畫嘍。好，你看線上快洗法一同筆，給他來灌餐啊哈，就很快，馬上這輪廓就出來。老師，你講的我們畫漫畫總是會有一些基本功嘛，有幾個要訣，對不對？對。第一點是什麼？第一點就是觀察力。哦，所以你剛剛一直看我，對，跟狂愛嘛，就是一邊講的時候，其實就要偷看的。哦，對，然後就是眼睛就是會去觀察一些比較細微的地方，因為每個人都有特徵嘛，好，然後第二個就是整個人的那個氣質吧，老師剛剛講到氣質，氣質好，因為每個人動態都不太一樣，有的人笑起來比較靦腆，有的笑起來很開心，就是屬於陽光燦爛型的，對，對，就是很有自信的那種，你是屬於就是你的能量是很正面的，所以畫起來也是很有正面的，而且很大方。哦，謝謝老師，是很大方的。好，所以先生剛才講要觀察力，所以先生會緊發緊快。韓國因為用白緊發強，老師剛剛講到有一些特徵哦，然後像大家就說，畫人物那個神韻是最難抓的。那像以前我們看，比如說有美術課、美勞課啊，他講我們要寫生或者是一個靜物的素描。你係咪可能會用相片呀、講景跟是擺東西，然後緊看緊畫，那個東西是屬於比較靜態的，或是一個大山大水好了，好，或一個植栽。如果係講反應，我覺得人哦，因為像我這樣一直動，也係講也透過想一發，那要非常熟稔的基本功，才能夠很快速的捕捉，或者是把你要的東西很具體的呈現，對不對？其實就是在你的某一個瞬間把你記起來。哦。對，就是因為你會動嘛，然後就是會捕捉你，讓我
印象最深刻的那一瞬间。哦，嘿，就你很难去形容啦，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地方是最好看的、最好画的，嘿，是一个记忆点的感觉。对，所以你在动的时候，我会去抓住你那一瞬间的感觉。哦，嘿，你就很难去形容。那是不是要常常的练习，不断的练习，也是自己能够抓住那个感觉？对，所以用形容讲，你要都有种手感，好，无论你做用扮演的放用扮水彩啊，这个是油画也好，素描、速写也好，因为讲这个手感很重要，是一点一滴来累积的。从线上李哈除了有几个作品，我们有老师自己的作品之外，老师也担任很多的这个教学。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老师在教学生的时候，是小孩跟大人都有教吗？都有，只要会拿笔、有兴趣的都有教。哦，对，会拿笔就是他的握力已经可以，比如说可能是大班、国小1年级都可以了。如果是年纪很小的，也可以用脚来画图啊。啊，用脚画图？对，像我自己的儿子小时候很过动，我们就叫他脚趾头夹蜡笔。然后纸张铺在地上，我就跟他一起画，用脚趾头去画，好棒哦！对，然后他就比较稳定一点。这是另一种艺术治疗。对，就让他比较静下来，他觉得有趣，然后就会比较沉静下来。老师刚刚讲的是我们另外一个思考点，因为你用手可能我们的常常在说手眼协调，对，当你用脚，你会觉得是在玩游戏。对，小朋友就会觉得。他觉得这好好玩哦，我的脚也会画图，专注力会集中，对不对？嘿，台下走在一起可能可以跟家里的孩子这样子玩，我觉得应该是蛮有趣的。对，就是在脚上涂颜料啊，去画图也是一个方式。对，反正小朋友他们会觉得说，你不要用常理的方式来制作玩一个游戏，他们会觉得很好玩。所以线上台音啊、声音都有教。那大人比较好教还是小孩比较好教？小孩比较好教哦，因为小孩子他不怕画的丑啊，不怕被笑，他不怕发挥他的创意，对他不怕他画坏，好，他不在意美丑。但是他一次比一次进步，他自己也会发现，我一次比一次画得更好，所以小朋友有信心。对，小朋友很好教。原来声音都好教。可是我发觉有的很害羞、比较内向的孩子，他说我不会耶，我不敢，那怎么办？那从模仿开始，我就会问他说：“那你最喜欢的漫画人物是哪一个？”例如说，如果是他喜欢珍珠美人鱼，那我们就教他画珍珠美人鱼啊。他有兴趣的。对，他喜欢哆啦 A 梦，我们就教他画哆啦 A 梦。然后他从他喜欢的漫画人物当中去模仿之后呢，他画的一模一样的时候，他成就感就来了。然后自信心也来了，然后他就会觉得自己很棒，然后就会去学其他东西，也会变得很好。我们都做了很多实验，都是这样。所以这也是一种艺术的一环哦。对，孩子投入画漫画或画图、绘图，也可以培养他另外一种信心。对，就孩子们啊，他们只要某一个地方有信心之后，他整个人就会变了，就会变得很不一样。对，老师现在在内湾国小有担任这个漫画老师。内湾国小他们就是把那个漫画课程融入他们的艺术与人文，所以我们就去那边做深入的教学，深入的课程教学。然后我们在那边就是结合在地文化，做不同的尝试，而且是长期的，对吗？对。因为我们内湾呢，有一个动入名的漫画家，他也是这个发明王哦，他的刘兴清老师，对，他的这个大神婆与小聪明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哦。对。所以让小朋友开始接触漫画，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，因为大家都喜欢看这个有意思的故事，然后很美的图嘛。像特白用眼讲，你底下做乜改？很美，读书底下看漫画，就好像看别的课外读物。也许有的大人觉得不一定有营养，可是你怎么知道漫画底本呢？其实又动到有自信。比如说像老师这个里面谈到客家的菜肴、人情味，甚至是建筑、
啊，有一些历史的痕迹。对对，你有注意到建筑哎？有啊，表示你有看，有感动哦。我全部都有看了，看了之后就觉得，我就说回到少女时代啊，这个有没有这个爱情啊？然后女主角那种很可爱啊，很乐观，然后勇往直前的那种感觉。所以老师在做一个作品的时候，我们说客家的文化，这里面全部都是你自己要去填掉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因为画漫画就是你本身是编剧，本身也是导演，是本身也是灯光师，本身也是服装师，全才就对了。对，从剧本到演员啊，然后你的角色怎么演出，那个都要自己来。所以从我自己在看了本书的时间，我刚一翻，他说哇，这个有柿饼哦，我说嘿，而且是小朋友看到就说哇，因为看到柿饼就很像，他说是新竹北埔的柿饼吗？我说嘿呀，是我们客家的柿饼啊。看这个就觉得说哇，好像回到我自己生活的家乡，或者是很有客家味。那老师您自己从台南到龙潭哦，现在定居在龙潭，也是我们桃园代表性的漫画家。对你来说，你现在味蕾上呢，有没有习惯我们客家的味道？稍微有一点。好，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姜丝大肠。哎呦，对，那没多好吃，酸酸的。因为我最喜欢吃酸，然后姜丝大肠就酸得很过瘾。我第一次吃到姜丝大肠也是惊为天人啊，说哇，真的很好吃。所以这本书第一读，我觉得用料理呢去提升彼此的情感以及人情味哦，它也是一种很自然的感觉。哦，对，因为食物是最让人家容易记住的。像我在煮菜的时候，其实像我妈妈已经过世了，可是她煮的菜我永远会记得。哇，对，会记得那个味道，所以我煮的菜其实就是有我妈妈的味道。所以我现在煮东西给我小孩子吃，他也会记得那是我煮的味道。好感人的一段话哦。对啊，就我觉得吃的东西真的是很微妙。对，我们的味蕾都会记得。对，而且它会连通我们的思想，我们心里那种感觉哦，五感全部都会连接在一起。真的。那老师，你下自己除了教学，韩国呢，你自己创作自己的作品，自己也有在担任志工妈妈，在教漫画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结束跟出版社的约到了嘛，然后我就想说在家里，因为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了啊，第2个小孩子比较好动一点，算是比较过动一点，我就想说那我就在家里带他一段时间。然后就去哥哥那时候读国小，就去那边学校当志工，就发现说大家都是要我教漫画，教他们画漫画，然后我上课也是都教他们画他们喜欢的漫画。后来就发现，其实漫画教学蛮欠缺的，目前之前10几年前很缺，所以我就开始从事漫画教学。对。对我们像我们已经长大了，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还是觉得哇，心里很激动，还是很喜欢，或者甚至觉得我们可不可以提笔来画？老师还有教学书哦，哇，教学书，比如说你们要在把音的手抖单用半音，不是像哆啦 A 梦只有圆圆的，我藏在后面，对不对？抖单用半音走在法来动球，而像老师您画的人物里面有一个特点，好像就是眼睛都是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特别是女主角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喜欢把人物都画瞳孔放大片的那种感觉，所以你喜欢有一种纯真然后可爱的感觉。因为我觉得漫画人物的眼睛眼神就能够交流嘛，所以我很喜欢那个眼睛的神态，所以尤其是我喜欢大眼睛。所以梦主就在穿插动作，就因为讲话安用音哦。等一下呢，你到转来继续同穆迪老师谈起来分享，还有等一下穆迪老师应该就会完成 Rita 的漫画公仔了吧？请大家聊一下，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哦。所有朋友轉到歡喜來嚟，我係 Rita， 又甜又長毛，到
动巧，木迪老师完成了我的漫画人物，就是我。心梦信上，谢谢老师。哇，好可爱哦！不客气，不知道怎么讲。不是哈希，不是哈希，不是哈希。对，就不客气。哇，老师刚刚这个短短的时间就可以作画完了，所以老师一心潜入这个漫画的领域很多年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正式成为职业漫画家是民国81年。哇，一直到现在跟东立出版社签约，就是真正完全靠画漫画来吃饭。对，那所以一定有在你的生命当中养雄一动情感漫画，影响您很深的漫画，老师会推荐什么？我们都有一题，希望可以分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。影响我最深的漫画有两个阶段，一个就是《千面女郎》，哇，很经典。千面女郎，对，因为她的故事就是她是一个很平凡的女主角，一个很平凡的人物，但是呢，因为她会演戏，所以她的人生就变得与众不同。因为她平常是一个很笨拙的女生，然后家里也没什么背景，家里很贫穷，可是也没什么特别的专才。然后呢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听到人家在演戏，他就在外面看，然后就把台词背起来就演戏，然后就被发现他是天才。哇，对，其实蛮励志的，《千面女郎》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出。对，那个作者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有画，我们都想说奇怪发生什么事，然后他最近出来了，原来他是照顾她老公啊，照顾很久一段时间都没有画。还没有完结篇，就是可以继续追下去。对，好厉害！一家盖团。另外一个阶段呢？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淘气小亲亲，这个就是真的很少女哦。对，她就是那个《恶作剧之吻》的前身。哦，对，她的故事非常的简单明了，但是她的人物非常鲜明。女生就是很笨笨的，就是很执着的去爱一个男生这样子。我觉得这种很单纯的爱情是现在很少有的，很少有的表达方式。所以老师应该很同意走平地图哦。如果谈到爱情，也是比较是这一种路线的，还是纯爱系列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比较喜欢把爱情讲得很单纯，然后要怎么讲？我喜欢走温馨路线。可见这个平常也是蛮幸福的哦。听说这个家人呢，原生家庭他们不支持你画漫画，像现在你的先生跟家人都非常支持你哎。对，因为我小时候我们那个阶段那时候还有漫画审查制度对，然后他们会认为漫画就是毒品，大人都这么认为啦，会让小孩入迷，不读教科书，对，然后好不容易存钱买了一本漫画书，大概只有那时候台币大概25块嘛，25块那时候钱就很多了，努力的存钱买了一本漫画书，然后大人看到你在看漫画就把它撕破，心都被撕碎了。对，真的。后来没想到我还是很喜欢漫画，就是家人越阻止你就越喜欢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东西你千万不要阻止小孩子。我相信线上一定底量因公的数地图，你一定要找寻到一些你的乐趣，跟它可以带给你一些很丰富的东西，你才会这么喜欢，甚至真的成为漫画家。对，因为我一直认为，一直找不到我有兴趣的东西。一直到后来看到了一本漫画书，叫做《漫画大王》。那我一打开来看就惊为天人，我就被触动到了，我就会很好奇说，这个东西是怎么画出来的？我被他们吸引了，然后我就开始从一个读者变成一个创作者，我也会希望说自己也可以画出这样的东西来，然后慢慢的去钻研，然后就终于自己变成一个作者了，这样。就是在画漫画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说，我自己可以创造出一个世界来，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哇，创作真是带给人能量也可以把想法让它能够付诸实现出来。对，这是一个很棒的感觉哈。对，那时候就觉得说，
好像到了漫画的世界里无所不能。哇，好棒哦！老师讲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闪闪发亮了。动从一法因故而穷游。那老师除了自己找到生命当中的这个一生的职责之外呢，带孩子一起做的作品，我觉得也是很棒哎。像带内湾国小的孩子，从一年级有6年级的、3、4年级的、5年级，就好像从小到大。他们不同的年纪小一点，他们用绘本的方式呈现；大一点，真的就是有漫画这种分镜、有剧本的概念了。对，这个我们都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去做讨论。例如说，刚开始校长找我们去的时候，就找我们开会说：“我们这次就以石鼓为主题，好画石鼓。”然后我们就跟同学们讨论：“我们要画石鼓漫画的故事哦，哈。”应该说石鼓的故事，然后我们要先把剧本写出来，那大家就开始集思广益，然后其中有个同学印象最深刻，有一个同学他就不想画，然后他说他也想不出剧本来，他说他讨厌石鼓，然后我就帮他想了一个故事，就是说，那你就画梦之石鼓好了，好，梦之石鼓就是说，这个女生她都不会打鼓，别人都在打鼓，然后她都不会，她怎么打她都不会。后来呢，她跑到一个樱花树下去哭泣的时候，一个神仙出来给她一对石鼓棒，然后她拿到那个石鼓棒，她就会打鼓了。可是当我在讲这故事的时候，她就哭了。怎么了？对，因为她就是那个不会打鼓的。所以她讨厌。对，内湾的这个石鼓队很有名嘛？对，他很有名，他从1年级到6年级的每个学生都会打，因为全校不到100人，所以你一开始进去学校之后，都会有安排打鼓课程，都会有外面的教练。所以那是他们的特色。对，如果孩子不会，他觉得很有挫折。对，反而因为透过漫画，好像疗愈他心里那个觉得没有办法跟上人家的那个缺憾。对，然后他就最后还是把它画出来了。哇，所以共同创作的时候，其实孩子也会丢很多他们生命当中的课题出来。对，就是在讨论剧情的时候、剧本的时候，他们就说我们就画就好了，为什么还要讨论这些？可是，在讨论的时候，他们自己无形中也会把他们心里面的事情拿出来讲。所以也是可以帮助到孩子们有一些情绪出口。是，所以我们现在在看漫画这件事，觉得大家不要觉得这么的压抑，只要它的内容是你觉得可以接受，反而是我们应该来思考，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漫画？怎么看懂英国的书，大家觉得哇意犹未尽，一本很快就翻完，而不是我要看吗？真的大家很爱看的话，为什么这么吸引人？老师，你觉得漫画吸引人的地方是哪里？漫画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很容易懂。它就是说，它是所有绘画里面最容易让你一看就能够了解的东西。而且漫画就是用很简单的线条，然后让你一看就可以辨识出来说，他在画什么东西，就可以很容易跟读者引起共鸣。所以身为漫画家的一个表达能力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有的孩子他可能不见得会认字，可是他可以透过图像，他也能够体会到故事到底要讲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那现在可能很多你前度朋友可能想画漫画，也有後生的漫画家，有更多的想法，动想有舞台。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这些想要画漫画，甚至是年轻的漫画家的？喜欢画漫画的，给他们建议就是不要一直待在家里画图。所以老师不是一直待在家里画图不是，就是你要走出户外去跟外面的人互动，你的题材才会更广阔。是，对，因为你如果说都是一直在家里面对着电脑画的话，你画的东西会局限在某一个地方。那一般的漫画家都会走出户外去听人家交谈或是去听别人的故事。听别人的故事，对，就听别人的故事，跟他聊天，去外面取材，那你的角色才会多元化，是，而不是说你都永远都在凭空想象。那你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也是可以，但是比较没办法跟一般的民众有共鸣。那你如果走出去，然后跟外面的民众，去了解他们，你可以把他们划入你的
你的创作里面的话，那你的作品会更能够引起共鸣。哦，所以线上鼓励大家来多行可以多看世界了无穷用的故事啊。对，那我相信老师会继续有新的创作，那也特别现在有新的作品在连载，就是《圣基亭》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请大家斗斗记期，今天 Rita 也收到一个很棒的礼物哦，也继续期待穆迪老师新的作品哦。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老师，希望先生，谢谢。希望所有朋友今日來收看很精彩嘅福氣來咧，等下要請大家聽聽先生嚟做運動了，希望大家長嚟了。